场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是你总先见你这款的变化，我的心双手交予你，为安怎放任做离去？凉凉的雨，暗淡的路顶，孤单的人，我要啥无的心情？今夜的我，茫茫不知倒位行。树落叶，风若吹，搁再行。落叶的命，无在天空，只有冷风陪伴我。落叶的爱，无人了解，只有流浪在人海。坦白讲啦，你即马吼都用我较早的工手要来送我吼，我也无咧稀罕啊啦。阿爸，你是讲你一点仔都无可惜咱的工作，安尼去用抢走去？对，较早吼拢车在咧烦恼工手无订单啦，啊即马是咧有订单是咧出货烦恼惊收无钱啊。即个日子有啥物通好留恋的呢？就卡输我咧卖即个牛肉面，一碗60块啦，拢现金无车销的，啊卖一碗会当算一碗的钱啦。啊我即马吼佮天助啊，啊佮有阿土啊，阮地点已经拢看好势啊，准备后个月要开一间分店。我早啦知影这种生活遮尔啊充实佮有意义吼，我工手就甲卖掉伊啊啦，我好通来走啊啦。阿土啊，介绍咧顾店吼，我袂放心啦。这个囡仔吼，头壳先我控制你都，若毋是小牙算唔对，毋着严甲我参详者，互人摕咧食唔好啊。想要到我这么拼命倒转来的工厂，下摆的眼内，竟然煞卡出一个破面单。林辉，啊，我唔知你现要转来，所以无主动啦。啊，无你先问我恁，我咧三间庙水好。免啦，我袂晓。你坐咧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太谢谢。我相信你应该同意，咱两人已经无再有钱的基地了。咱既然才斗阵了遐尼痛苦，应该趁早把这个手续办清楚，你也好通记记你所爱的，找找你的幸福。林辉，敢是我对你做唔对，惹你生气？唔是，你做了真好，甚至好甲根本就无亲像我较早所熟悉迄个吴丽丽。你若是安尼，你是安怎无要治我？自从嫁你刚开始，我就应该甲你讲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无我5年的存在。我是去证明你的目镜，我永远会记我的身份。我一直要做一个让你满意的家后。
我过去。现在我无讲道理真认真，啊，不过我努力改良我的所有缺点，林辉，你现在都袂接受我。你别讲我，你甲我讲落来，你到底安怎才肯离婚？只要是我做得到，还是我摕出来，我无通讲。老师，我会你摕出全部真实体的税务款，你买答应是无？论顶，我会马上请律师，甲庄氏的所有权过户到你的名下。照你讲，伊是合法性，无甲我离婚袂用啊！你让我保护囡仔，你嘛袂听啊！你这是啥物意思？我无想要搁再讲恁济啊，请你甲迄份同意书签好好唔好？虽然咱两个袂当做翁仔某，但是咱永远是朋友。你若是有任何所在需要我帮忙，我会当帮忙到底。我袂听，我袂听啦！我死我都袂听啦！我答应你，你别放手我好不好？我跟囡仔都袂当无你。莫再甲我讲起囡仔这东西哦！啊，你真正假是我男女好朋友？你前日你甲我灌到拢唔知啦，我敢真正搁有开咧头甲你斗阵吼？啊？你用别来带出电我到爸的工厂，目的是为着什么？爱我来甲你的面头前，互你去摆讲了。你口口声声讲你爱我，结果呢？叫人去创啥头巴肚？我肚甲你头壳也夹袂起来，这就是你爱我的表现。是啥物人甲你讲？这囡仔毋是你的，是电影苹果无？你唔通听我袂讲，伊想要破坏咱的感情，你唔通听我袂讲。对不对哦？原来这件代志要阮了，安尼就无怪啦。是无关系，你袂认为讲我甲赵英是有啥暧昧的关系哦？好，当然嘛毋是。像你这款哦，敢若迄在你尻川腿后壁抱抱塔塔的人哦，你绝对袂嫁这个人啦。要若无，你就袂嫁我郑明伟这个人啊啦。我实在想袂了，你巴肚内囡仔到底是做啥查某人的？我讲你知影？这件代志，我一定跟我无关系啦。本来我就无想要提你这件代志，玲玲，你好好签字，安尼咱两个拢会当喘一口气，好好来过咱的新生活。原来你特地要我签字离婚，你已经找到你的新生活对无？这人到底是啥物讲？我唔知你在讲啥物。曾明辉，你是会真老实，讲一个白山面的红手的娶。我甲你讲，我要知影我输伫什么人的手头，啊若无我绝对无要答应你离婚啦！这话是你讲的哦，只要我甲你讲是啥物人，你就答应签字。你就抓。我免手续，这话是我讲的。这个人你也熟悉，伊就是你的大姐李慧。是你，我来得你。我早就应该定得是你啊！我还知我若无这么大的本领，我的身份你将你丢去。来，我都答应你，你紧签字，
做袂去物件。你有够过分哦！我今仔甲你已经无话通讲，我会叫我的律师甲你联络。陈明辉，我甲你讲，我一定让你报应，我一定要报应啦！啊，请你倒转去。乖囝，爸爸来看你，你知影无？我是你的爸爸，是迄个互你信命的人。当然，假使若毋是有你迄个伟大的妈妈，就袂有你的存在。我对不起你的妈妈，我也对不起你。也毋过为即马开始。我会尽我的力量来补偿你。我会做恁妈妈的好翁婿，做你的好爸爸。乖囝，你一定爱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，互咱一家靠三个人真紧地当生活斗阵，好无？是嘞吼，小娘一个，阮孙仔伫遮，我要看阮孙仔。嘿，来来来，高兴。那是你，你已经知影这个囡仔的身世。是我对不起美惠甲这个囡仔。迄拢是伊的命，家己选的路，甲你也无关系啦。你唔通安尼讲，是我对不起美惠，我应该负起责任，互伊甲囡仔一个交代。你要互美惠一个交代，安尼丽玲呢？你唔通袂记哩，伊是你的某囝哦。我两早甲伊离婚。离婚？想袂到讲，你会讲出这尔无负责任的话来。美惠互你害甲已经有够凄惨啊！即马你又搁要来伤害无辜的丽玲，你安尼敢算人是无？你莫叫我，你随你走，我永远都袂爱见到你。请你原谅我。你紧转去啊！只要以后你会当好好对待丽玲甲伊的囡仔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我做袂到。做袂到你嘛来做。你也知影，美惠是我亲生的查某囝，我敢讲无希望看到伊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是无？也毋过丽玲嘛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免来用个遐尔自私，无顾着伊的痛苦。算起来，阮美惠是足幸福，伊身躯边有足侪朋友爱护伊、照顾伊，尤其是你的爸母，该当做家己亲生的查某囝安尼甲疼惜。啊，毋过丽玲呢？伊除了你以外，无亲戚无朋友啊！你若准我过来甲放松，你知影伊的个性遐尔倔强，伊一定会做出伤害家己、伤害别人的代志，你知影无？明辉啊，你敢真是忍心看到这款后果是无？明辉啊，丽玲到底是做啥物代志，互你这尔受气？你甲俺讲，俺来劝伊好无？明辉啊！
庄明辉真是要甲你离婚是？你真欢喜是？甚至你来讲，我巴肚内囡仔毋是伊的。我袂去做这款失德的代志啦。我口厝若要讲，我早就讲啊，袂等到即摆。你打算要安怎？答应伊接受伊的离婚？你免对我讲气，我这世人无这么简单就放你耍。唉，讲到这个庄明辉吼，实在足毋知好歹。当初是因老爸明明就互咱逼到走投无路，都强强要宣布破产啊！迄嘛是你啊，将工厂行医，搁暗中将家计介绍，压加三成，互伊会当比别人搁较有竞争的能力去争取订单呢。哼，这嘛是伊哦，是安怎有法度？伫遮尔短的时间内去趁几啊百万的原因呢？伊无报答你无大见，即马是骨头前的，都想要飞啊！丽玲，是毋是需要我来找庄明辉，等来你的身躯边甲你斗阵？唉，虽然吼我是足无介意这个人的啦，也毋过为着你啦。我甘愿牺牲我的自尊去救伊，就算讲爱我甲跪落去，我也愿意。要离婚就离婚啦，你对啦，我也无要紧。你真是同意甲伊离婚？这么简单就放伊煞？当然嘛毋是，当初是伊两手空空来到我遮，即马我嘛要爱伊两手空空甲我死出去。讲起来，伊嘛是一桩袂歹的药市树啊，短短几个月中间，就替我赚到几落千万。你真是大咧放伊走啊！伊已经无利用过咱，我搁留伫伊踮我的身躯边，是要创啥？啊，请你倒转去。伊已经无利用过咱啊。我搁留伫伊踮我的身躯边，是要创啥？也毋过你毋是有讲过你足爱伊的？我毋对，我捌爱过伊，啊，毋过即摆更加搁较爱我家己。我即摆有这么侪钱，我还少年，我生啥嘛袂歹，我哪会将我一生的幸福传送伫伊的手头？那你找我来的意思是？英平，你甲我讲，你敢要爱我？是啊，丽玲，我一直拢在爱你啊。丽玲，只要你肯答应嫁我，就是做父做马，伺候你一世人，我也愿意。丽玲，我即摆向你求婚，请你互我永远爱你，好无？丽玲，你唔相信我？
我会用手纸。我无需要你的手纸，我向来唔相信手纸这件代志。假使我即摆若靠倒伫你的形前，甲你讲我唔对啊，我应该爱的人是你，我应该接受的人是你，你敢会相信我所讲的话？当然我唔相信。就是安尼，我嘛无需要甲你骗钱。即马，我爱你去替我做一件代志，假使你会当完成，我就嫁予你。我拢看好啊，你先入来啊。你哪过来？我一直拢无离开爸母。李慧，我拜托你，互我转来，你甲囡仔身躯边，互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好无？你紧走，小等你爸甲你妈办完出院的手续，就会抱囡仔来带我转去啊。李慧，我已经委托律师咧替我办离婚啊，我无法度搁再勉强家己甲丽玲斗阵生活，我看怎嘛袂当甲你放袂记。你给我点去！